我是黄磊，在这里呢给大家拜年，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鸡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祝大家鸡年吉祥，万事如意。欢迎收看2017难忘今晓春节评弹特别节目。平淡，既有谈诗，也有评话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有评话节目啊。当然了，我们当然安排了评话，不仅有评话，而且呢还是撒揭秘了。啥意思啊？双档评话呀。哦，我们特别邀请了向振博，还有呢著名的笑星张克勤联袂合作。你都两高头经常合作的，而且每一次合作侪有新的点子。没错。那么按照还有啥新的创意呢？当然了，都动作难尽，而且呢还特别请教了师傅金生博，专门开自现在赶排了一回书，叫《夜走卞家童》。我们来听听还有金泡的米蛋呢。机会难得。那么大家也问着的，你都两个的名字里向没写的。咁么哪弄都听来呢？你放心，个我才晓得，我来讲给你听。打住，搿档吧，你这边母鸡一子，我们请演员自己来介绍好吗？好，有请，掌声有请。哟，师兄你好。老弟。上月不见上月不见。也得来品尝当着。是哇。这个日脚是快的，也是一个新年子。是呀。我记得个一次你电视书上来做节目。有个要求的，凡是搭档的演员当中有一个名字写的。是我。我睇那两家演员没写，哪会得来？还是你不晓得是？我们是分得来讲起，因为你忙不过，我有写的呀。我叫杭写红。这个写啊，谁是这个写？大写个写，红是红树的红。八字评话大家精神八，先生当我改个艺名叫杭振八。振八。先生希望学生子呢。要最真龙，要真派、真热、真气。现在讲起来要有正能量。好，先生这头欢喜呢，平常家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做得不够。啥地方我现在还是难得演出来呀，还是个。跟我问你的。你先生录几部书嘛比较经典强？先生的书多了。最主要的呢有3部书。录3部啊？四河八公还有七夜无年。四河八公，我睇你好像登了电视书上经做过。对个。今朝也弄一位七夜无年来不要怎么样？当着大家的面，拿七夜无年搿点英勇一口气，和我讲一讲。我们来听下这个夜卡，是北夜鸳鸯城，南夜周着，上夜盯着为盯着来，下夜爱好，黑夜无烛火，小诸葛沈荣女。5年是周天之路房，7里之后长，初3之西进，飞岗之将兵。金毛去半月堂，好！你来的基本功了呀！七夜无年搿点英勇，一口气哒，全部在保护。林哥，呀，上水劈开生死路，将身跳出是非门。上枪仗，谁下此地去黑张？交朋友交得比渔家。委屈算了。此地之后长，得兄弟将兵与矛盾，两家对弄得不开心嘛，准备围州不离。后长是安徽黄州人，今朝一路忙从安徽方向过来，路过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毕家洞。这些辰光是夜里向7点多钟辰光。后长觉着肚皮有点饿，想寻个地方吃点么子。前头是一片树林，过树林一口石头有饭店，搿饭店是2开间门面，是一个茅草屋，屋顶是大茶铺的，里个2个手指竹头做的。只看见一块牌子上向写下3个字“松屋楼”。搿个地方哪有松屋楼？苏帮菜好吃的，谁辣盖搭吃点么子吧？人打过来到盖面，看见里向有3只台子，有5只凳子。一只台子浪向摆下2只盆子，一只盆子里向有4只茶叶蛋，还有一只盆子里向有6块豆腐干。旁边坐个奶奶，60多岁年纪，身浪向生意人打扮，看搿个奶奶头顺达，眼睛闭拢，辣浪打口冲。搿么打里打个真好。老人家醒醒，老人家请了。
搿辣辣就是老板。现在个辰光蛮尴尬，困觉么坏脱只，生意么唔拨，所以辣辣坐辣海辣打瞌冲。突然之间，只听见耳朵边浪听见老人家请了，哦哟，有客人来着啊！所以辣辣团队起来，眼睛对外头一望。后场队浪向黑肚子绿林英雄胖丁毛，身浪向黑肚子炒附近肚啊，下身都当菜锅，脚浪向不地跨船，背心浪向一只包裹，检查一并高到。哦哟，一位英雄，老老实实个立起来，最过来，哎呀呀，英雄请了，请两家队到里向坐定。老板呢姓啥？姓张。那么你名字呢？张克勤。我记名叫。同名同姓。等我弄点喝水喝菜来。哦，对不起。等我塞一点松子桂，采两只蔬菜来吃。哦哟，想想呢，不好意思，节子送我来了，搿种松子桂，搿种啥个香芋豆腐、菜花仁侪没给，一般店实在三不过，偏不过。老板也是我，伙计也是我，因为搿饭店了唔啥生意个，菜法还弄得太多，太多要挖脱浪费开。哎，你讲唔不菜，也看见搿面盘子里向两盆菜，茶叶蛋、豆腐干。3日天前头晒个，一个是5日天前头晒个，不坏个，保证质量。哎，辣嘴都有哈个么子，看见伐？搿面辣嘴喏，一磅5斤头、10斤头啊，滴滴呱呱，正宗才是绍兴过饭节。你看到哈？搿么想不落是伐？大鱼我了还没随便上去点么老得子。搿么你当我拿一磅5斤头个嘴来。没哈，你等下，辣动作快得不得了。过去拿把刀拿豆腐干脱子带，梆梆梆开一开。马上上一只盘子拿过来，搿面去隔一旁嘴，拿一只碗过来，碗往正应用门前一放，嘴盖头去脱，别，哎呦，应用啊，嘴已经喝着清吧。后场只觉着一股醉香，带个嘴一口，呼，喝醉。往里向发黑，浓了个黑，眼睛最后拿起来嘛。一口吃下去，只觉着好吃，也是甜，也是香，也是个神。眼睛快拿起来，忙正一只茶叶蛋浪向打。鸡蛙，一只鸡蛙，一只老公鸡蛙，一只老三公鸡蛙。那兄弟接嘛接得实在得像，老三公鸡接得像个。来讲真的，搿么呢？33公鸡也会得接，哎，你来拍水亭里接一接。你们他们啊，垃圾！接呢？搿23公鸡和33公鸡接当中有一点点区分。哦，23公鸡接了，最难接就是后头半头。就挨个鸡，最难。你打不管2公鸡、3公鸡的接得3里才会得接。33公鸡你500个鸡个，你只有半鸡，所以接起来只有。没得。搿么老兄啊，2公鸡、3公鸡你接得侪蛮好。只有3个我才会接。那温鸡也会得接。到一天么你再来一来哈。拉水。那温鸡接，温鸡接了呢再扎了，因为是温汁，你接起来基本上是没啥力气的，只有半句当中的半句。我这样叫温鸡。这样接法。有点道理个，到底我记名叫。那么老兄，我跟你讲，你温鸡呢会得接，哎，但是温鸡绝对不能吃。哦，因为鸡大家欢喜吃的，补的，有营养的，补气补血的。但是你温鸡不能吃，外加现在活鸡也不能随便吃。最近你苏州市区啊，裁定活禽检疫杀体，就是要防止禽流感。你要吃个鸡，要吃冷冻新鲜的鸡；你要吃个鸡，要吃安全健康的鸡。你讲到鸡了，你中国礼仪浪向是少不脱一样么子，特别是屋里向有啥个喜庆事体啊，必要弄一只鸡，而且还要用鸡。为什么用鸡？鸡毛漂亮，个用鸡看上去雄壮，看上去向上，特别用鸡个屁股趴翘起来，有道看去像只牛包，掏个口彩，特别好。
哦，所以一定要守护它一只用鸡。哦，一只鸡。哎，用鸡。那么两只鸡呢？哎，两只鸡也可以啊。两只鸡要求是高的，两只鸡一定要求雌鸡用鸡的分量差不多，雌鸡用鸡同样要漂亮，雌鸡用鸡同样屁股要翘起来，有的口吃两只牛包，还有一个叫酉阳鸡。哦，那么假使第三只鸡呢？那有第三只鸡啊？哎，你再讲讲看，那第三只鸡是啥意思呢？第三只鸡还可以的，但是第三只鸡的要求更加高。第三只鸡一定要小、要漂亮、要年纪轻、要嫩，那个就叫三三鸡。你讲的这个三三鸡，这个三三鸡不吃的。那么今朝等你商量商量。那今朝杀一只鸡拨我吃吃，杀一只雌鸡来吃吃。英雄胆量，你不吃几个？我根本讲不是我三妻，你也晓得，我给3个男的了，3个女婿好得不得了。开店的，做老师的，外加有个做生意的，2年前头来套死的。最后到10年去父子3个人下来嘛，我叫啥灯不归呀？为啥他就对我太好这样？那个他3个有代沟，所以我主动提出来，我要回州去在。因为啥体呢？你多个娘，我个老太长了屋里，经常还到坟上去走走陪陪哩。所以这样提出来嘛，3个女婿一想下来还蛮好。你回州去，但是你欢喜吃醉个，伊帮你开办3酒店。有客人来呢，饭店多吃；没客人来呢，自家吃。自女自乐总好走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得来开一杯酒店。实在空唔上去嘛，喏，后面院子里养只5、6、10只雌鸡，搿点雌鸡才会上台，各自10天8日天。那么喏，搿点女士呀，囡来看看我开心啊！拿点鸡蛋不离多，捉只把鸡走去，所以搿点雌鸡嘛，对不是随便上法杀不难吃噻。那么此鸡不来是那个只用鸡，搿只3公鸡杀拨我吃子了。哦，搿只3公鸡讲地方不难吃子，你不晓得我5、6、10只雌鸡通光给搿个1只3公鸡了呀！我要派里大用场来，搿上还杀不难吃呢。道理倒是有道理，一只3公鸡倒是要派用场。搿么今朝想不落住啊，鸡吃不到住，那就输了。姥对搿位英雄一口好人，看得出啊，搿位英雄非常豪气厚道。那么记住这个，特来讲个朋友，我晓得呢，今朝1日天下来，到现在分吃啥么子，我真正到里向杀只雌鸡拨你吃吃。真的？哎，多然了。不要客气，姥到里向动作快得不得了，做一只雌鸡，杀鸡取毛，开上铺头，大清爽，到里向拿出来一只自动的钩子，送入自动的钩子，怎么样动，怎么样钩。自动的受热快，比现在的电饭煲还要快。搿只鸡往从自动钩子里放水加到满往从出行路上一放，砰，3倍塞进去，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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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歇歇功夫，就是搿只鸡，3下子已经熟着呀。那这样看嘛，大姨只拨你10分钟辰光，不很慢个，你也晓得。等到鸡精烧好么，啪啦！姥拿2块墨布对准自动钩子边浪向，腾一得到英雄门前嘛，英雄来，鸡精好着呢。后场一看么，嚯哟，漂亮！紫颜色的钩子，上头插了这黄一层鸡油，可以讲热气扑堂。虽然热气氛卖出来，但晓得下头是烫得不得了了。啥地么把那鸡油盖没了浪呀？看得个后长馋吐啥也下来。妖精快拿起来，随了鸡头腿浪向打。不正确！这看见外头来个人20多岁年纪，身浪像一般读书人的打扮，一看张面孔么难看得来。2条刀过面貌，一对3个眼睛，阴着别招风耳朵，外加爬牙齿，看上去就不是好人。嘿嘿，叫我吃狮子不吃香，死人活人吃不香。杀气的闪起来个声音，像他在哇，他个吹丝莫动，哎呀，咋狗人个？来个啥人？挖胚子。是在他皮家洞里向赫赫有名的后女子，新皮名士节日皮日，节子皮日们一打一他皮日好。
今朝吃盒子夜饭，没啥事体，蹲辣村口走走，闻了一股鸡香。哦哟，啥讲爱子还有啥人辣浪吃鸡呀？爱子里要去踏踏皮也好做啊！闻着个鸡香味道，一拉路过来嘛，头一打一看，看见有个人拿子困要打吃鸡，这个好不来吃个，所以有劲还一张发正吃。搿姥姥看见皮肉来，晓得今朝要出事体了。皮肉一拉路打进来嘛，嘴里为了让狗了呀，发上路，真正叫发上路啊！吃鸡汤发喊我一声，哈哈哈哈哈！来得早不是来得巧，哎，这里来吃鸡噻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人没个道理个啥那么道理讲？随便啥事体侪有个先来买单个，先得么先吃，买单么买吃。今朝我先得，应当我先吃。错，啥个叫先得先吃，买得买吃讲？搿什么呢？谁说先得么还是我先得？你想想看，我身个皮，生了皮革厂，长了皮革厂，我到了皮革厂就这只来自20几年子，啊，别来先得，一只鸡嘛，只有我先吃。哪不能说得出个？那人不讲道理个。不讲道理讲？搿个是我个鸡呀。我个鸡哪不难先吃呢？你要吃么可以叫老板再杀一只鸡不难吃个。谁叫老板杀鸡不真还难吃？你自家讲我先得么？我先吃呀！你自家讲个呀。看上去今朝一定要难先吃。饭要吃光。饭要难先吃。一定吃光。搿么你真个来讲个？真光。有个条件。啥个条件？一口吃下去啊！别人想垃圾个一口吃脱了呀！吃，一口吃脱了。搿么哪吃法呢？拿只碗过来。哼只鸡头腿带点鸡汤，吃脱子再来哼只鸡头腿鸡汤，发！别人个出路圈就圈了一打，拿2块抹布打，铜鼓浪打牢黑拎起来个张纸，嘿，吹上去，嘿。后长看到搿搭，搿心里火像火辣辣叫上来。我叫你一口吃下去是我哈哈那个，那个一口搿样吃法噶，那个样一吃我哪吃法？别人讲哪吃法，那个家伙挖到石钉子。葛么今朝打你发客气，也不点3个苦头拨你吃吃，让你下趟呢也有点数嘛。会长得罪有了，嘴里向会长得罪了，水了加一大来个，周家忙针便宜加白浪打上去，搿条雨水。忙针钩子地浪向黑，哎呦！哎，一记上我里分享了。大头这个大夹白浪把你砰一脚打上去，一个人哈啦一摇，人威风立挺，搿只钩子地里边那个砰一得。今朝皮肉个皮肉好么不理，他做了他做，一口子鸡汤对准自家头上踩下来。一点也不浪费，从头浪滚下去，一直到头颈里放正胸口里。搿口鸡汤烫得不得了，才刚过下去嘛，痛得那个皮呀，哎呀，哇，喊不出来。这过上现在的人，身体已经发了异常理想这样。鸭嘴皮家中各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叫马小军，我叫李小琴，贾小云，蔡小华，有些良，我叫孙小云，唐小红，我叫胡小喜，我叫张小平，我叫孙小梅，高小伟。恭祝鸡年吉祥，新春快乐！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鸡年大吉，心想事成，凡事如意。2017春节评盘特别节目《机不可失》，大年初1至初7，敬请记牢。王来啊，哎，刚刚我听观众讲，这里头有个牛房，讲专用来着，只创一只开篇，福到10年，还听完诗。那新年新是一个牛房，一定满足大家的噻。其实呢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呢，周鸿将和他的搭档徐慧欣老师联袂合作一段。哦，蛮好。徐慧欣呢是个多面手，既会笑又会说，而且你收藏的各种神物啊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。没错，连技能与贞洁
也能以南极。他们的表演我觉得很有现代感。是的。好，请欣赏他们带给我们的《秋海棠》一折，兄妹二次相会。掌声有请。这样一个机会，祝在座听众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生要有大学学生时，姓罗叫罗少华，今年18岁。随着昨日，辣浪2个流氓船浪向救活一位姑娘，叫梅白姑娘。加上随着这个一面，罗少华最欢喜这一位姑娘，欢喜得那一日真有点魂不随所。咁么你欢喜别人家也对你分动心，也搿个现在韩国啊。我爱你，和你不搭界。但是什么这样说，今朝10月，也请各位姑娘吃夜饭。介绍坐到这个位置浪向，各位姑娘面孔悲悲，看上去心事重重。那么哪个呢？慢慢讲，随大家先给我配对，先讲讲。不晓得几句闲话下来呢，一听，哎呀！原来搿位姑娘之所以出来卖唱，就是因为身边浪向碰着一桩事体，十分现实，也第3期的妃嫔。搿条命为谁担心？谁等搿个3000块洋钿，侬也送到医院里向去背搿条命？3000块，听众们，侬都也晓得，搿个辰光3000块，比今朝一年也要计划，最起码40万到45万人民币。那么搿个大少爷当场辰光就觉着。哎呀，搿顿夜饭吃出事体来个噻，难办。咁说起来，大少爷，你也感动的，你也大老板啊，你为啥去你搭爷讲嘛？啥讲上啥讲多。但是自家晓得，爷是绝技不会拿搿笔铜钿出来。娘不是屋里向当右派，那么难办，辣搿个场面头浪向，其实是非常尴尬，正所谓叫进退维谷。但是真正一些罗少华虽不理想上，嗨，你搿个人哪挨了个毛？说不定你屋里向为一个财神菩萨啥人，那就是自家的姑妈。3个门前，姑父先在姑妈得知上海，从今往后，姑妈就辣你屋里向独立的余生者。搿个姑妈身浪向感动的，反去讲你，姑妈心地善良。盯盯眼睛，姑妈没想侬欢喜我得不得了，欢喜得哪一日连得我娘也吃力个错了。那么我啥地方回转去，就拿搿一个事体讲拨姑妈听。当然我不会得像搿位姑娘实讲讲，我搿个里向背有天有家乡，讲得你姑妈眼里哒啦啦你当我铜钿哗啦啦笑出来做回结。少华呢做个年头蛮好，你心地善良，你想帮搿位姑娘蛮好，但是呢做事体。你也是大小囡，你应该懂啊！你应该回转去先问上姑妈，征求姑妈的意见。那有3000块洋钿，实际上桩事体，不是你也肯了不肯，姑妈答应，你再来答应搿位姑娘不爱。现在说起来啥呢？那是实在太欢喜、太爱搿位姑娘子，所以搿铜钿辣天浪向飞，已经答应着。开出口来，真的，你听了你不要哈，3000块钱。别急，不就是3000块钱吗？3000块钱，我1顿酒就给我喝光了。遇动的人跑头大点的嘞，一顿只要吃他3000块呀！真的？我真是不知道。要是昨天和我说的，我昨天就会把钱给你送来的。啊？这样吧，今天是来不及了。明天晚上7点，还在这京津酒家，我就把3000块钱给你送来，怎么样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3000块钱对我们来说，我家里很多钱，怎么和你说呢？有个铜钿已经让人发霉了这样，就是挖不出去个口呀，那。哎呦，没办这种事激动得了，啥么子？
真的门赚3000块啊！搿是要有举着的，搿没办激动的呢哈，激动的人10天跳起来嘛。哎呀，罗先生，谢谢你，罗少爷，罗先生，你是个好人，谢谢你，谢谢罗先生，你真好。假动的把人家几乎能得意啊！你想，来了让假动的，等这些举了让他动的讲了浪啊！谢谢你，你真好，罗先生。不是你称呼我什么呢？先生呢？你怎么称呼我先生呢？怎么了？先生有2种含义，一种是我教会了你什么，你称我先生，哎，还有一种那就是你嫁给我了，那哦哟，这个小姑娘把人家到底是初中毕业生，反应几乎那个灵敏，那貌美你今年几岁呢？16了。16岁，我大你2岁，这样吧，咱们就兄妹相称怎么样？没办啊，哥哥面头呀。你这个兄妹相称，不是哥哥妹妹的兄妹相称，另外有层意思了还呀。搿没办呢哈，3000块最好像是激动的不得了，来不及想着呀。好的，那以后我就不叫您先生了，从今后啊，我就叫你少华哥哥。呀！哎呦，口气我恨不得唱一声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”，哎呦，恨不得这样唱起来。从今往后，那我就叫你美宝妹妹了。哎，你看光顾着说话，菜都凉了。哎，是啊，搿没办呢哈，3000块复杂讲了，吃不落，都比我不觉着。那现在有子3000块是，哎呀，马上觉着饿嗓子，我要吃着，一日天子分吃少呀。好的，吃，那我吃了。杂八块，这是烤鸭子，来，随便。哎，我吃了啊，吃1块，忙针指里一放。奇怪在，搿只菜难说里是荤菜吧？我吃了块洋山鱼。搿么难说里蔬菜吧？有点油腻。少华哥哥，这个是什么菜呀？你说这个菜，是的，搿只菜应该没啥稀奇。搿只菜是18世纪有个法国人不当心牛奶泼了个洋山鱼身浪向，那么你不舍得坏脱，拿根棒头过来，熟菜倒一倒，倒香木这样一倒，全世界人民侪欢喜，这叫沙拉。沙拉，哎，真好听。哎，沙拉像下雨的声音。妹妹，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，你喜欢吃那就多吃一点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哟，这是有名的菜。一口嘛，一只像蟑螂这样油腾蟑螂，哪吃法子叫？我这个不要吃，挺怕人的。是吧？不要吃。那是从来分吃过，广东名菜叫龙虱，鲜得不得了个了，晓得你分吃过，做几只过来，打里壳剥一剥脱，摆了碟子里样，啪抬过去，来尝尝，你先真的呀？尝尝，能吃啊？试试看，尝尝。吃吧，你不危害我不？这次130块嘛。怎么样？真鲜是不是？好吃的，全给报销了，全是你的。哎，你也吃吗？不是，我经常吃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你也吃，你也吃这个。这可是这儿的招牌菜了。甜食很有名气的。一只。这个像油腾个宁波汤头是个。哎，没办你问呀？想想我这菜也问，哎呀哪位人？没办这个你也问给。烧鸡嘛，实在是油腾个宁波汤头。里向飞滚发烫，至于白糖酿，搿没办法晓得。一见忙针指里放一眼，那是海菜。忙针个喉咙腿直烫的哩，妹妹怎么样？烫死了！怎么了？不要紧，你把手拿开，我来吹。哎呀，难为情的。我开电风扇，哎呦，吃这个鸭尾开电风扇的了，发得了两个的对刚，真不晓得啥个辰光就这样悄悄地过去，食堂头的耳朵旁边，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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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个铃声？那是搿边饭店里叫菜卡铃，夜里向11点钟噻，分明请来喝醉着。虽然搿个辰光带美姑娘出来，各位老先生姓侯叫侯本的。其实今朝夜里向随时娘本来说要让到两高头对讲，但是现在10点钟你都未分散嘛，没办法，老先生只能上来，带到里向告知讲个，哎呀，老少爷，打招呼，我实在外头的生意拖了是赶不过来哟。大伯，那我和你说呀，我刚才还没开口问罗少爷借钱呢，他听了我们家的情况，他说了，明儿晚上3000块带过来。你说啊？明儿晚上
3000块借给我。是楼少爷答应交3000块洋钿不来啊。听我说个啥有这样好个人，不是说到今这一日，你啥人肯这个刚刚认得交40万人民币不来，不可能的事体哇！还有个姥姥激动啊，替别人家个事体激动。哎呀，楼少爷，你们真正是个好人。哎呀，那是不晓得个小姑娘急是急得不得了，你是晓得侬啊，啊是啊。那么哪说呢？我还是长辈，跟那李瑶不让我代表李瑶，代表李娘，代表这个小姑娘，谢你楼少爷。不，大伯，别客气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3000块钱呢，小事一桩。今天你出去，你没赚到钱吧？我要补偿你的损失，要补偿别人家损失。多少也在里向感动的，昔日感动的，今朝吃药饭弄香脱。你是同地分到热里向，打开一只金表，袋袋里50块洋钿。多少也气派一落，袋袋里摸出来，啪，吹出来30块洋钿。我说大伯，这样真对不起了，来。拿着！我姥姥一看，一举动的几十块洋钿。不，我随便拿不能弄。大伯，你不拿我的钱，我可要不高兴了。来，拿着！就知道努力水头过来，懂得水上里向一塞，哎就拿着！你不拿我不高兴的。那么楼少爷这个真的尴尬了，懂得拿着。辰光错放不多，夜里向11点钟只药，蔡卡林刚刚一点点，辰光晚了呀。那咱们得回去了。楼少，我想看，没讲几句，没说几句话，怎么？就是哥哥，我们走吧。时间是不早了。哥哥，东西看看，别忘了哦。边浪向姥姥一听一好，每个人，不是你姥姥打楼少呀，你都哪称呼啊？是这样的，刚才他问我几岁，我说我16了，他说他比我大2岁，说从今往后我们就兄妹相称，所以我就叫他少华哥哥。哎呦，一人用我，怪身上像汗毛根根长竖起来，我这个做部头赛全部擦出出，年纪轻啊，要好夸起来10万夸，那么走吧。那么吃这么人家么子，你谁在讲最不可以啊？关着跑堂，20过来，麻袋，跑堂过来，打里到台子浪向，打一看一手，哎呀，几乎同的，吃是10样新么子，12块洋钿，一只金表当成50块洋钿，拨了个姥姥30块洋钿，吃得12块，唯独不亏，么算啥呢？我今朝中国小张子娃子，老少啊，你看看清爽那个里向违章当票了还，连3分看见，趴头一落，拿去。单方面拿着这个么子嘛，你晓得搿里向有小张，你也要看呀。我拉开来一看嘛，不是陆少爷，侬这个钞票里向哪能有一张当票了？什么当票？那支票，搿3个名堂就当票里还支票。哇，忙正我的下去，辰光不早着，陆少我坐进车子，我里向感动的啊，少爷，老别克坐到车子里向，车门把一关，哔哔，车窗把摇下来。妹妹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真吃饱了。别回去，什么有吃泡饭了？不是胃口，真的吃饱了。方才那个汤团烫了你一下，要紧不要紧呢？没事儿，你那怎样关心个叫？这个是叫夫妻同样相归，是现在是关心起来嘛，真不要紧的。没事的。回去跟你爸爸说一声。明天就把钱送来。送他到医院里去。谢谢你。放心就是了。再见。再见。baby， 叫忙成父母浪向打，自上几部车子慢慢就开出去。晓得路上我过些辰光，眼睛那浪看啥地方？看反光镜。说起反光镜特镜里向看出来个人嘛，再好看也不标之外。路上我从这个特镜里向看出来个美吧，漂亮。渔夫深去身与身，一儿一乃谁之意？
谁？那少娃是他口中悄悄呼叫啊，默默晨光笑盈盈，仿佛谁去世家啊，只有两个人。霓虹灯光光射洒，丝絮纷纷，一首在金陵。像那梅姑娘，她对我说一番。梅姑娘也欢喜自家，欢喜的。你哪晓得？你听呀。韶华哥哥，一声哥哥，分明像心中人。再想梅姑娘，时而温是玉，继而泪淋淋。分手未分这风雨人，来为这姑娘她一片心。口里他刚出娘胎，就立是梦，一早与弟弟两离分，举目父亲他带真身。为什么这天地之间与冰封别，同是生灵不动缘？梅姑娘，我要寄予你谁机会？去问你老父亲当真人，不让日离开。陆少我现在是一门心思，你一定要帮这个姑娘的忙啊！这个车子开得干嘛叫哇，往屋里向赶。但是呢，分想着这个两旁边的窗才开了廊，车子开得快，这个风啊，往正那个头浪去，浪吹上来嘛，一些些辰光，你只觉得个头脑子要清醒自不说着。哎呀，你得想着，那到搿个辰光你才想着，搿桩事情应该先打跟妈讲，随后我再搭理来答应呢。搿个事体有把握，万一我搭跟妈讲子，我又不晓得跟妈里有啥个事体，倒不是不肯，万一里有事体，你得拿不出搿笔铜钿，几代三千。早举谁？公妈不肯拿出来个实话，我调头我去问爷，爷是肯定不会拿出来。娘不给铜钿。哎呀，陆少我是第二次，哎呀，答应得他快门子，各位姑娘你一定来让金陵周家里等天亮要等来。但是你没这个3000块洋钿。你没面孔去碰头各位姑娘，那还是说，但各位姑娘没有份。今生今世，只能是两面之缘，再有擦肩而过。到这个辰光，哎呀，陆少我方是想着自家年纪尚轻，有啊，有的哪行么？假使真的这个3000块你弄不到，根本没啥客气。我明朝过来，我到苏州去比杀那个几位心。
苏州评弹源远流长，400多年来，就是靠我们评弹人口传心授，一代代传承发展下去的。是的，出人出事最正路。每一个平台以后，侪是从青葱小面慢慢间成长成为秋天大师。没错，从一个小字辈成为时代浪向大名鼎鼎的大响党。那袁小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。他不仅兼收并蓄多种流派唱腔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而且呢，他不仅在舞台上自己表演，还收了很多的弟子，桃李满天下，将自己的艺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弟子们。是的，今朝的有三两的黄金，大致里头的4个学生子，这样称来，侯斌、盛泽、杜仁忠为大家带来一段新创作的节目，流派联唱，流派创新，代代传。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拜年了啊！年好，新年。现在大家的掌声，首先为你现场的观众，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拜一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好！这样，到新的一年当中，祝大家经济报春，祝大家文姬起舞，祝大家干呢？鸡球，鸡飞，老包腔子哇！你弄得我面子也没啊！那是不是啦？听哈啊，为啦！我先生个搿点本事啊，不是真叫猴子。根本哪为啥？然后新的一年当中，祝大家生机勃勃，神机妙算，抓住机会，随机应变，当机立断，吉人天相，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万事大吉。讲出也开心最好。是个。那么什么？哎，慢慢去。搿有谁了？那么今朝你搿点人上台嘛，也有一个主题的哇。今朝你搿台晚当然有主题了。啥主题？难忘今宵。哦，对子，乃是有三两，有个三字的。对了，一定要有个三字。搿么，乃么有三两，有个三字。李木杰、盛泽、侯斌、蒋春来、杜仁忠，搿名字里向一个不三哇。那么说啥呢？你都是我啥人？是你个徒弟，是你学生子。对个。比你小一辈。是你平台教个小字辈。对呱呱该。啊对，搿么什么？慢慢去。哪了？搿么你多么小一辈，小字辈。搿么我们叫黄金，是当然嘛也是平辈，名字当中不小，我们来介绍个奶妈呢。我也哪见过黄三金？分见过。三黄金。还分见过。你是我啥人？高支部。2个字。老婆。第二个。妻子。妻子了，不对。太太。哎呦，掉3分脸，厉害太了！大家讲，你是我个啥人？高些。家里头最小的。今朝跟来我办，家里头最小的，见头上面跟我。见么头上面嘞，我正啊服帖嘞，也么是那媚娘，我不来。这个家小，不是家里头最小，那是什么？主要就在这个家。这个家是驾驭的驾。驾驭的驾。对，能够驾驭住袁小良的人叫驾小。说明我还是在讨。什么？好。上来一些辰光，大家拍子10几大岁人，永记一场天下白。2017年新的一年，还是创新之年。只有创新才能进步，创新才能胜利，创新才能强大。对，所以今朝呢，有几个学生子，拿你加入的。辣山上雨水的流派，向你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汇报一下。搿么这个，你到哪一位先唱？我来。哎呦，你先唱，
你讲杜仁忠苏州市平台头的青年演员最243了，是噶？243唱1400纪念书了，来唱一段啥么子呢？我唱一段是他先生余渭川老师的余蝶。余渭川先生是我的先生，那么你也是嫡传余蝶第3代传人。唱一段你的代表作，大家最欢喜的《两足送兄》那哈。我是余心儿来，百姓为。想我来时，欢喜我去世。你们，你送我花有醉，身体。我送你来三凤凰山，你是大家与牡丹花朵朵，叫我。义兄双手，也把家为在母担心上我而今日那牡丹。想我终生难把浮华，你我今生两难生离。我这都是空余。把家来。听众朋友，看到唱的呢哈，哦，不错是吧？唱得不错哈。雨蝶，那么世高头留下来不知啥人唱哇？留下来我唱。哟，
侯斌是侯中区平台头的青年演员。咁你唱头唱么子呢？我唱一头陶先生谢谢费老师的谢费的。另外，谢费先生当然还是我的先生，所以你还是滴滴呱呱谢费的第三代的正宗传人。想我一米之音，不做平安。想那方君子，他不生命，后此大灾的因。我与他们当初。日初相见，我是并没有起与重逢心。想我灵人接旅神虚戏，但是再与两句君为侣，神是的300岁，大手里定也有手。稀里沙沙，因谁我也想自己，为也比他人，他是不人民后宫一场的人，我唱的人，后背大和相声，大和相声，后宫心内有灵，心内有灵是后宫，大滋味听，大滋味听，后宫呀起风。什么我看他们齐颂庭院，那七强人物在入我心上，一军的功名么坚壮，该拜上门庭么把那与同结拜，在那双手节目擦擦咚咚来唱道人，他是大相人。戏弄哦，戏里的，神所以他是仔细神人嘛，仔细想，大不如对我是太后来的房子分。啥子有第二次也比赛啥个味道？我来啥人唱？我唱。哎呦，这个朋友不得了，啥个不得了？年龄再小，只有21岁了，是吧？21岁，刚刚平台学堂毕业，去年帮我的，现在让上述平台头的实习演员叫沈哲。我们来唱一段啥呢？唱一张以太太先生西天上的想念。哦呦，不得了！那弄出个太太先生来着呢？估计改个一定不一定晓得，因为我们个爷刘一良，刘一良那是西天上的学生子。今朝里唱一段牛汁牛味西天上的蛋肉粉格。用香楼
让三方勇士并立，心凄凄乱悠，生息息一梦听那个香儿楼沟是隐手。阿还可以一塌瓜子只有1年不得了呀！这样也是根据你个先生，是也是我个太太先生何无生个蝴蝶，根据自家的特点将发展而成成功之这样的。那么你都在高头在唱歌留来呀，都是吧？兄弟，对，那个是那个也不得了个，那不得了，不是本事不得了，一个年龄不得了，搿面21岁，你翻一倍42岁。42岁，你是我个开山门大生子，对啦？1994年把我为师的，你把师辰光，搿面个三朋友也分样个了，是吧？那么搿辰光黄金啊，大概只有26岁了，人嘛生得了异常异头，1米82，把得年下来，先生对称黄金4毛还得你大。弹出去的。人山里海4毛来噻，人嘛比你长。那现在呢是辣江苏省平台头，是你平台家最年轻的国家一级医院，是吧？我是唱点啥话？几位师弟们，侬他先生的唱腔侪唱脱了，那么这个我来唱2句先生辣中篇杜家黄鱼里的唱段，鸡牛上再黄鱼啊，我与你知相同，意相对，我够了多少？冬夏已成群的黑衣神人，明心对我需要一起马哇。曾记得那年天大雨帮里晨黄昏问雨，风日后下昔日家破水乡愁因与你大兵过后，大双绿那年雨冰，藏在胸前的烫伤的疤痕。至今我需要一起你
马无啊，嘿。那么留下来。那么你都在唱的差不多这么有些了呀？啊。你名字当初有个三个，你大夫他个跨地吧唱出两嗓。啊，我也唱个。字巴上老先生讲的，搿艺术个人才晓得搿个8个字。欲我在身，想我在思。唱人唱谁，先生个几种流派侪把你都唱脱。哈得最近刚刚把这只中篇《四百红》里向我一头唱，必须。我月楼醉，月楼内在内，楼上雨声在。他们云上衣是慷慨不斗为把雨当，哎。走望北红，双翅遮。走望北红呀，风北走望北红，一路向人马北为走望北红，新人是君与相泪轰轰，历历过一杯十一梦想真望。而今人中房终日为愧，作为应该受内帮困责任，但我们也身与水，心敞开是娱乐，不少爱神奇。必能充满爱阳光的能去因美海不云高天根大家一定要问着，那你边浪向个美女王来不来着？侬呢一高头放担当，你都放心。王来呢，搭手机个滑稽名叫普语竹梁高头，也带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喏，你都看里来着哇？哥哥，哎，开音响个老师啊，停一停，大家翻个位啊！我不是许文杰，我是许仙。这个仙呢，不是仙人的仙，是一读仙的仙，许仙，嘿嘿。我本身辣杭州呀，等得了慢慢哈哈。少人晓得搿忙头的料理想做这只梦呀，梦见一个白面书生，穿着一身上衫。搿只面孔呢，搭你节目主持人，哎，后生巴拉斯的有点像个。那么搿个白面书生对我讲着：“老弟呀，你都收嘴，搿点教材有个节8后头，现在500几10人了还，你看哪样办？”那么我讲我有啥办法呢？不晓得白面书生一光好，对着我额高头一浪，梆梆梆，开始3击，一杆心走来那。但子你受罪在，搿只速度啊，比神罪11还要快。
哎，提起你家财百户堂啊，你这边夜店的生意是真的是冷冷清清。这个外国我问呀，现在做生意竞争激烈呀，啥个大白啊、网购啊，是位于微商、电商，现在出现水头嘛，啥个双十一、双十二，真正双赢节呀！还在，还我不都讲着，还是要开门做生意去。我哟娘，大清早浪个米露天结棍的嘞，现在不见米露天噻，见雾霾。PM2.5，叶明啊，你屋里像个百户堂拉糯米家啊？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啊！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啊！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？只为这一曲啊，断肠也无缘。雨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缘美。山塘街到了，1000多年没见，苏州变高变大，也变得更加的漂亮了。也不是但是我寻也寻不上，这么多店面，人海茫茫，我到哪里去寻找我的许仙大官人呢？哎，开门做生意呀，来呀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看一看来，瞧一瞧来啊！苏州保和堂啊，泸州为你推出了啊，那看看那灵芝啊。吃子你百户堂的灵芝啊，你都比电影明星关之琳、林志玲还要灵啊！哎呀来呀，哎呀来呀！啊，飞啊，真生活，还发不面子，飞不要紧啊！那位于呢？少啊，吃子你百户堂的少，百姓艰难一场，哦不是，百姓艰难讨讨平平，平平安，铁皮少哎呀，还飞啊！哼，面孔嘛酸兮兮，一口水不是好东西。不要紧，位于你一个镇地之宝东中下菜呀啊！吃子你这个东中下菜，百姓呢夜里困觉不怕菜，东中下菜也啦啊！来爸爸呀，阿爷啊，飞啊！咁么也说么子？一彩票啊，我自家出彩票来海哇！哎，苏州人生意真难做，哎，还是回到我杭州去吧，真生活。哎呦，哎呦，对不起啊。起初不经一个你，惹上面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。官城，姐，你叫我说么子啊？官城，官人啊！哦，你还是刚刚拍电影结束，来不及小张，是吧？哎呦，你是明星哇！明星，来向你隆重推出你百户堂的灵芝呢，吃子你个灵芝，你比关注林志玲还要灵，哎呀来呀！啊，哎呦，想起来是真的地得嘞！嘿嘿，那还有嘞，百户堂的少，吃子你个少，百姓呢一少，不，你没好平民哦，讨讨平民，哎呀，还别，哎呀，那慢慢别急，还有嘞，你百户堂的冬虫夏菜。吃子你个冬虫夏菜，夜里困觉不怕菜，来呀，哈维啊！哎呦，可是妹妹你未见我官人啥人是那官人啦？你难道不认得我了吗？我们哪会都认得你呢？喂呀！你父母没什么用不着，哭个呀，是啦啊！想我白娘子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1000多年。信奉玉帝5万年大寿，大赦天下，才把我放了出来。我思念情郎，难忘许仙，千里寻夫，来到姑苏。可是你装聋作哑，竟如此对我。
不是的，这个妹妹啊，你普通话蛮标准的，你不应该在这里的，你应该到电视台去做节目主持人的啊。难道你1000多年前的事都忘记了吗？叶明啊，我也不是千年老居了，1000多年的事嘛，我怎么晓得啦？啊！你那也哭的，别哭这样，不哭这。哥哥啊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哦，妹妹，你韩剧看多了吧？看来讲是讲不通着，那么我只好唱给你听噻。徐郎，啊，我要唱绝句啦啊！徐郎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小少奶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！妹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荤说乱话，哈三忘四。我唱唱歌子，你为夫认得我哇？你得记得哈？凭良心讲，唱是唱得蛮好听了还。你讲个阿才是真假？你是一脸傻。那是千年水里的白如金，你那云过去着呀？哎，徐郎，徐郎，哎呀，搿么那哈办呢？哎呀，哦，鱼子，一当是野菜店，单子还是救命的呀，我花得来救你。哎呀，林子，
没用啊！送菜。没用啊！哎呦，烧！补不起来噻。请珍惜生命，远离假药。那么他办呢？哎呀，对子，当年我谈西餐的辰光，你都多拨我一次，今朝呢正好派用场。喂，你当我是宠物是吧？这个来句三灵官，哎，侬打批发噶？哎呦，那个是批发不是个。哦。哎呀，这个是啥个地方家？啊？你是啥人？呀，我是啥人？他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之前他是不认得我，现在连自己都不认得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趁他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正好把我们俩的故事讲给他听，让他慢慢的恢复记忆。喜郎，你可记得1000多年前，就在这里7里山堂，中秋月圆之夜，你我泛舟湖面，对天盟誓，7里山堂情不尽，吹干七双心浮生。哎呀，我要是这样练我猜都来神了。在雨中，我送过你；在雨里，我吻过你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浓。情海变苍茫，千桑与浪风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找绵。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来握个手，握手。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，不悲不喜。你念或者不念我，情就在那里，不来不去。官人，你可记得红楼一角？鸾凤喜结，金山寺旁，波涛滚滚，雷峰塔下，生离死别。官人，娘子，娘子，妹妹姐，让我再讲他两句。我是许仙，不是伊多西。娘子，官人，你这是伊多西吧？么么哒。